啊！好看，真好看啊！ 可惜呀，居然患有心疾，时不时的分泌。我看这三公主就是在刁难人家。楚守阳，我搭这么大个戏台子，就是为了等他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要是再不来帮韩少出头。 这个大魔王可能就要被我活活气死了。小心！啊！放肆！ 竟敢对芊芊刀剑相向！阿哥，二姐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逼他的。二姐，你应该听他请了，你应该骂我、斥责我呀！你本来就应该美救英雄，怎么还打起？少君二郡主啊！久闻二郡主才学兼备，气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幸会。少君请自重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啊，姐，堂堂玄虎城少君，我逼他与越人比试，是不是很过分？想不想骂我？想不想抽我？你带自己的新婚夫婿来教坊司也就罢了，还逼他与越人比试？骂我。 然后把他带到府中让上。那你就敢对他无礼，甚至意图行刺。看来你们玄虎的男人不懂夫德，需要好好教导。哼！来人，在，给我把他拿下。是。不可，而且他可是还说你不过是玄虎城派来联姻入赘的质子，有何不可？从小到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便都给你。韩硕再倔强。 我也要替你驯服。我可谢谢您嘞。二郡主不如自己亲自动手。哇，完了！这是乱套，剧情不能删短。我的男女主角应该是一见钟情见面，现在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哎！ 哎呦，衣服都被扯破了，这哪有一城少主的威仪呀？啊，玩脱了，有谁来给我解围啊？住手！裴思雪好帅呀！哎呦，别想了，三公主从小就跟他订婚约，他不是跟了韩少君了吗？韩少君患有心疾，活不了多久。胡闹！堂堂少君，怎可对他如此怠慢？台词终于有人说了，裴恒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角色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怎可让韩少君衣冠不整？对，
是我欺人太甚，罔顾此。罔顾礼法，刁蛮任性。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都回去吧啊！散了。看，三公主多听裴思学的话，新欢就爱。哎，哪还有个思慕呢？走吧。